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八月初四验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这大雨造成南投罗山温泉区，也个阿里山路水泵线灾情，严重影响对外交通。风台过后，片头渔港、基隆大埔轮沙埔，拢有归队本所水流查。另外，中南部也要注意大水害灾情。伫大量的库拉苏是有民众翕到囡仔甲苏是配水烂，爸母拢唔管，业者也出面强调，类似情形若总发生，物件会全部倒掉。讲到这卡罗风台警报解除了后，外围环流水气正高，南投真爱乡到下晡4点半为止，这累积雨量就超过600毫米，造成真严重灾情。包括到罗山温泉区一直落雨，溪水涨起来，这水泵线也冲入去饭店，甚至有货车掉在烂土内面，险险啊，互这个帮石啊砍掉的。规港是一直落大雨，灾情也一直传出来。这真爱乡伫初5是搁再停班停课一天。大水夹土沙是一直冲落来，南投仁爱第14线往罗山的方向，土石甲规个车路拢砍掉，造成双向拢无法度行。入来到温泉区大雨阁一直落，居民为了安全，只好乘铁犁。我们是在这里，我们很怕。来到罗山温泉区，当地塔罗湾溪是规个暴涨，场面真惊人，甚至有温泉饭店的地基规个拢冲到无去。另外一间饭店规个互土石和大水灌入来大厅，顿时惨重。溪流暴涨也没有问题了，因为以前都有疏浚啊。1楼就土石流啊，等到雨停再来清理啊，不然怎么办？在仁爱乡立兴产业道路到89348公里处，因为大雨发生土石流，迄当阵这台拖拉机经过的时阵，规台南入去路公嘛无法度震动，好在司机已经家己脱困，但土石已经直要甲这台车抬起来啊。另外，伫仁爱乡的多德部落，因为部落的一块山坡地是发生土石流，造成2户徛架3台车受损，嘛甲排水设施拢塌掉，互庄仔内的车路变作一条河。另外，清境农场附近嘛，因为落大雨，要去合欢山的第14架线嘛，互大水应该砍过路面，远方休困一天，退房率有60%。昨天晚上连续的大雨，已经造成了多处的积水，也接到了好数次的土石流、黄色警戒。目前我们积极的安排游客安全的离开。因为大雨落规港是无得停，互附近的农民损失真惨重。就已经要采收的花田，毋是互土石引起，就是浸伫水内。根据气象局的资料，南投仁爱乡到下晡4点半，规雨量是已经超过670毫米，落这济雨嘛，已经造成真侪灾情。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嘉义山区昨暗也落大雨，这阿里山溪、闸门溪拢涨起来，而且有真侪所在放弃车路未通，甚至有一台40人的游览车掉在第3村。相关单位也要提醒民众暂时先莫上山较好。各种的卡头机卡伫阿里山溪河道边啊，本来按算雨卡完好再来修理，无想到过一暝，初时早起雨也是真大，水阁真窜流。嘉义山区一暝大雨，毋但阿里山溪、3米大桥卡的闸门溪同款溪水涨悬，水势惊人。真侪土石砍去，互人分袂清楚路伫倒。169县道达板公路因为土石崩塌中断，大粒石头落来树尾翻伫路的，公所举报了后，再去赶紧出动大型工具机进行抢通。因为淤泥非常的多，然后有一个计时挡在中间哦。我们在看，不知道这个怪手能不能移得开。如果移得开，就是单线通车。169县道也搁咧抢修，另外一边129线新美川附近的路段，车路煞变作河，严重积水，互一台载40个游客游览车捌掉伫第3村。大雨致使阿里山真侪所在土石崩塌，那道路中段嘛甲水下寮车站附近的双面铁路挡掉的。水社寮车站附近上边坡崩塌，土石滑落。本处已经立即调派机具人力前往清理。怪手甲树尾土石刷走，阿里山双林铁路原来受影响，初时规港停开，初5采用预警性停开，维护行车安全。阿里山乡雨量惊人，到下晡3点半，本日累积雨量达到364毫米，德家乡雨量原来有350毫米。先把它清通之后，让公车行车比较安全。哦。公所那边明天就会机器进驻了。船长甲警方沿路程度亲像陷阱共款，翻伫路的底啊，大雨一阵搁一阵，通往本基湖的道路，因为顶若倒塌，捌单线通车，敢若剩一寡游客也留伫山顶。
规路拢遭石头，互竹架川大坑产业道路真歹通行，土石流直接中断白基川后山路段，横跨真侪乡镇的阿里山公路，搁较是沿路拢会当看到小水墙，部分路段甚至视线无好。相关单位提醒民众，非必要先莫上山。记者综合报道。虽然风台走啊，毋过这西南风变强，中南部山区当日就大水雨。气象局发布大水雨特报，特别要提醒南投县是超大水雨警戒区，那嘉义高雄也要注意大水雨。那讲到东部地区呢，这2天会出现受风。宜兰早起真好天，高温挂局部火烧风，伫三星测到37度的高温，民众伫室内拢感觉真漚热。很热啊，这个室内大概都33度左右。开冷气啊，我当袂动的。即马卡洛风台我对北边去，向琉球的方向行。气象局伫拜五解除海上甲陆上的风台警报，不过伫季风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之下，中南部山区持续落大水雨。24点钟内，南投仁爱乡的雨势就无歇。部分地区要到700毫米，嘉义阿里山甲竹架累积的雨量嘛超过350毫米。气象局发布雨雨特报，提醒南投可能会有超磅的大水雨，嘉义甲高雄是要注意会有大水雨。明天的白天以及晚间，可以看到中南部这一带持续性的都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雨势。主要的热区呢是分布在台中南投的山区，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在嘉义以南到屏东的山区。卡洛风台离开台湾，也那日本东边的海面，阁有热带扰动咧发展，上紧可能会伫礼拜到拜一发展做今年的第7号风台蓝温。不过路线会向日本关东行，对台湾暂时是无影响。2、3天后，就是可能在日本的东南方海面还会再有新的热带扰动。按照目前整个预报的高压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它应该是会往这个日本附近移动，离台湾应该是蛮远的。天气分析师提醒，卡洛风台可能伫这个拜6礼拜，搁一个影响日本 Okinawa。也那第7号风台若是形成，可能会伫后礼拜3了后影响日本的关东地区。最近若要去旅游的民众，都要注意风台上新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代替有一架这外包厢的工程车，车衫风台天，可能是因要去偷做工程，煞规台车链落山坎，造成4个人死亡、2人重伤的事故。桃园市劳动局有去调查，其中有4个泰国移工拢是非法移工，即马也会追究这厂商相关责任。特电表示讲，东港包厢是无甲因讲因要去做，这意外部分也会配合调查。风台天无通报时间，台电外包的厂商姓廖的负责人，唔知什么原因是使工程车在港板上山，伫台七线山区附近对边坡并落去，车顶6个4个死亡，2个重伤。桃园检警下晡去验尸，劳动局发现内面有4个非法外籍移工，2个无雇主，另外2个提断工签证。2个是逃逸的行踪不明的移工，另外2个是由观光签证的移工。那他们部分来讲的话，目前这个2个观光签证的移工，目前是正在医院救治当中。对这件意外，台电讲，这个营造厂商确实是台电80配电干线改建输电铁塔工程的施工厂商，但是车厂因为风台要求因停工，施工的厂商嘛回报讲无出工，台电和厂商的工程合约内面嘛无准因用移工，嘛当在调查施工的厂商，敢是因为其他的案子出版？他不见得只做台电的工程嘛，所以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需要用外籍工有去申请，是合法还是非法？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可能台电没有办法去了解。同市政府是进行初步的路检，外包商讲，迄天是要去工区做准备工课，会继续访谈2个受伤的外籍移工，嘛会追究厂商车非法移工的责任。另外，劳团认为讲，政府应该检讨引进移工的相关政策。目前外籍劳工来台湾，他都要付12到15万的中介费。如果他工作上遇到问题，他不能转换雇主的时候，他为了要还债，他就会选择逃跑。劳团讲，政府应该正视台湾欠人力的严重性。若降低移工的中人费，有法规规定劳动条件，移工有保障，这种违法的代志才袂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咧网络顶头铺文讲，坐自强号时阵，去互这个注射档案检测到，竟然是藏伫咧医药棚内面。当事人已经去病院抽血做检查，但报告啊，那代替是表示讲，应该是前一位旅客留落来的，而且有报警察。即摆要求这车厢的变售公司，就要加较注意寡。列车入站，乘客一个一个上车。不过有民众伫咧网络铺文讲，
伊坐火车要锁顶动的时阵，感觉伊的手心熊熊去插着，详细一个看，竟然是有下档藏伫伊牙旁。会蛮夸张，为什么会有针筒在那边？按照一般人的正常习惯，应该也没什么东西，但会直接坐下去啊。很可怕，如果真的没注意到，会不会真的有受伤，或者是不知道什么药之类的？等一下应该会去检查。做之前一定会检查一下椅子，才会坐下去。不少民众听落是感觉真寒，因为这个当事人已经抽回做检验，等待报告。台铁局表示，这个旅客是伫8月初3搭372车次 EMU 3000型新自强号，为台东往新左营的时阵，伫一个围扣藏伫椅仔旁，甲椅子中的旁内底一支下档插着，应该是进前坐伫这座位的旅客放的。目前已经报警察追查这个乌白放下档的人。目前还没有接到被害人来报案。那本分局也主动跟这位民众取得了联系，我们警方会向铁路局取得相关资讯以后，主动来追查厘清案情。台铁嘛进一步说明讲，已经请负责摒扫火车的清洁公司来严格执行摒扫的工作，袂当阁有类似的情形来发生。台铁产业工会讲，这款的情形确实是真恶避免。清洁列车的时间其实非常的赶哦，因为我们每一台负责行销的车配置的人数大概就是1到2个人。另外一个，如果还是对号的车次，它抵达的时间如果已经非常的晚，其实也是等到司机把车停妥、断电之后，他再上车进行打扫。那其实他就等于是摸黑的在进行他的这个清洁工作。摒扫的卡手有限，工会呼吁民众应该发挥公德心。嘛，希望未来代替要求外包商做列车清洁的时阵，应该同步看卡手的人数，敢有法度达到清洁的品质甲要求。记者综合报道。有网友进前伫咧台中的屈拉寿司食饭，看到囡仔竟然甲这洗过来寿司配喙烂，而且伊的这老爸拢无甲伊阻挡，感觉真太过。屈拉寿司对外发出声明，强调若准发生类似情形者，这店头会随停止营业，也若一寡寿司呢，也拢会全部倒掉。有网友去台中的屈拉寿司食饭，刷翕到这相片内面的囡仔目睭是一直看开店寿司，但是伊毋是要摕寿司来食，竟然是对开店寿司来配喙烂。太恶心了吧？不对，不好的行为。我觉得观感很差吧，然后就是觉得家长教育不好。我就跑走了，我不敢吃了。看到的民众是翕相发伫网络，只讲这个囡仔是对5盘寿司来配喙烂，有够太过。伊的爸母伫边仔嘛无阻挡，一直到囡仔看到有人在录影才停。甲店员讲，店员嘛无积极在处理，互民众是食袂到。对这屈拉寿司回应讲，收到消费者的通报了后，店员有随确认人客含商品的状况，但对应无够好，因是真失礼。后摆若拄到这种状况，会随停止营业，报废转台的物件。等开店连拢清洁消毒了后，才会阁营业。食安处接获通报后，将派员在营业时间前往了解，重点包括了餐点供应的流程以及品质管控、供餐环节器具的清洁与消毒等项目。另外，一并辅导业者加强巡检。台中市政府的食安处会派人去了解，若查有疏失的，要求限期改善。只是讲开店寿司和乌白母毋是第一摆啊。今年才接爆出伫日本的寿司路，有高中生去钱投有关啊，服务公司的市值37亿随无去。伊当阵日本的寿司路阁暂停开店，一直到今年热天才恢复。如果要是一直持续发生所谓类似这样的所谓的卫生环保，或者是消费者他一个所谓的不自治的行为的话，甚至有可能会导致就是未来这个回转寿司的形式会有很明显的改变。例如说，它不再以消费者自取的方式。专家建议，开店寿司的业者若想要顾卫生嘛，顾提餐的利便，会当加派人力去巡检，也是加入 AI 去监测。民众嘛爱做伙来阻止这种乌白母的行为，才袂有人阁去模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科院9片基地，昨这片火要社会作业的时阵，却是熊熊大火起来。这一大火温度会当冲到3000度遐悬，造成4名作业人员严重受烫伤。总统蔡英文今下晡呢，也亲身落南去到高雄，到病院看一寡受伤人员，也强调讲国家会担起所有的照顾责任。临时行政甲行庭落南去高雄国军病院，总统蔡英文去探视前一天，中科院9片基地因为推荐抢火药爆炸，受伤的4个人。希望他们都能够康复。我也告诉家属，他们要坚强。那只要家属坚强，我们的病患者他们也会坚强。那我也告诉他们，在后续国家会负责所有的照顾，请他们不用担心。蔡总统甲家属挂保证，国家一定会尽全力照顾受伤的人员。
因为因是要甲组合推进这停村的火药销毁的时阵，毋知影是安怎熊爆炸，瞬间产生要摄氏3000度的高温，这个温度超过风焰沙风雨的能力，造成一个姓张的技师甲姓陈的技师，还有姓洪的中校。规分数有40%至95%的面积，是2度至3度受到伤。目前拢还在观察，中科院嘛成立调查小组，要来厘清代志发生的原因。特别也对家属表达12万分的这个歉意，他认为是为国家做事为国家受伤，国家就应该全力的照顾他们。中科院这几年来，因为海空战力提升特别预算通过之后我们的任务确实是比以前增加了好几倍，不幸发生这个意外，我们感到非常难过。这已经是2礼拜来，咱国第2大军事重地发生重大意外。进前是7月24日，陆军陆军团基隆上丰营区发生迫炮爆炸，造成2个官兵重伤，7个轻伤。即马救援基地搁一个传出事故，伫位江启信普文呼吁各方部应该彻底检讨，而且强化部队人员安全的意识，确保落实规范，唔通互营区的安全搁一个出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2024年总统的选战，这副总统赖清德今日出席活动，伊是画出台湾爱变做资讯应用的大国家。不过，民众党的郭文哲却是继续批评前瞻计划。啊，那讲到中国国民党的侯友宜是去到桃园新竹和客家乡亲办案。出席2023总统杯黑客松工作坊，副总统赖清德提出，走向数位化时代，台湾应该成为资讯应用大国，通伫国际社会提升竞争力。要迈向资讯应用大国之前，我们必须要有一套法律制度，既能够保护隐私权，也能够让资料提供给国人充分应用。赖清德无言国政嘛备战2024，面对最近哪日阵营一直讲前瞻预算议题，民进党一定7月开始启动专题温暖好情说明会，向民众说明政绩。不过，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搁再批评前瞻计划，讲政府加特别预算常态化是伫做假象。前瞻计划，我们对他最大的批评就是，你怎么是先编预算再写计划？前瞻计划是柯文哲跟民进党分道扬镳，你知道分手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你没有财政纪律，钱乱花。行政院陈建仁讲，政府编的预算拢有经过立法院审查通过，颠倒是郭文哲伫讲假话，为争取政治声量无顾良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是到桃园新竹坚固客家票源，佮讲到访日行程，指出日本政要正关心台海局势。2024的选举是和平甲战争的选择。我们共同会振兴的两岸关系。侯友宜身为一个总统的候选人，一定会让台海安定、台湾安全，让日本安心。不过，凡拿也未完成整合，当地美国访问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动作真济，唔拿到棒球场替咱伫美国的选手张耀成加油，佮伫面册提出体育政策方向规划，互外界伫解脱郭台铭一直想要独立参选总统。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伫进前宣布要用美金3.45亿来对台湾军事援助，北韩媒体伫初时就发出声明，批评美国军援台湾是要甲台湾变作是弹药库，逼台海晚近战争。若准这美国达到中国红线，就要付出无法度挽回的代价。热烈迎接中国代表团北韩伫朝鲜战争田径70周年，展现双方拢真好的交情。北韩官媒朝中社初时罕见的发表声明，批评美国最近对台差不多3.45亿美金的军事援助案，逼使台湾变作弹药库，逼台海局势强要震起来，甲规个台湾变作美国淘汰武器点。令美国伫台湾问题一直超过中国设定的红线，一定会付出无法度挽回代价，表明支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谭可飞表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军事援助，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学者分析，这应该是北韩为冷战以后头一届有公开记录讲到台湾，除了要展现挺中国一中政策，嘛是要趁机会对美国制裁表态，也有可能跟所来要举行的韩美同盟军演有关系。也想要借此来强调他接下来可能对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一种正当性的发言，所以说他其实谴责这样的美国这样的行为，其实也是在为自己将来做军事挑衅，甚至是一些军事回应来讲一种正当性。
进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北京预定向国会提出的乌克兰补充预算请求，会包括对台湾的加强军援、加速向台湾提供武器，一定上紧这礼拜提交。北京国安会发言人科比互人问到这件代志的时阵，无愿意证实这项报道。不过，伊搁再声明美国的立场，认真实行具有台湾关系法的承诺，持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南韩最近是无平静，拜四暗头啊，伫京畿道有嫌犯赛车去弄地铁站外口的进行道，过去百货公司内面乱抬乱扑，造成14人受伤。目前警方也正在调查这个案情。即马伫网络顶头有真侪风声报影，讲要抬人犯案，民众是真惊惊。警方也表示讲，即马警方会加强巡逻，若真有必要也会开枪。京畿道城南市一间百货公司，涂骹是规个拢灰，互人看了是真惊。拜四尾仔嘛，才发生恐怖的随机杀人案。一个22岁查甫人，乘赛车去往地铁苏显站外口进行道的人，出来走入去 AK 百货公司，举刀啊乌白扑，造成14个人受伤，其中12个人伤势是真严重。그리고 막 엄마 그리고 울고 막 그러는 소리만 들었어. 그래가지고서 내가 있다가 그랬더니 어떤 사람이 올라오더니 큰일 났다고 아래서 지금 저는 어떤 남자가 막 찔러서 지금 난리가 났다고 그래. 그래서 내가 무서워서 도망갔어. 嫌犯去用掠起来了后，是连话拢讲袂清楚。伊讲有人咧甲跟踪，而且想要甲抬，又佫讲长期有不明的组织，请伊去抬人。调查人员讲，伊无啉酒嘛无食毒，毋过有精神病史。 출퇴근하는 길인데 어제 그런 일이 일어나서 오늘은 좀 더 신경이 예민해진 상태로 출근을 했고요. 다시는 이런 일이 안 일어났으면 좋겠습니다. 南韩的民众会遮尔烦恼，毋是无原因。中国月2日，伫首尔地铁新林站的出口，才才发生有人举刀啊乌白共扑的事件，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包括这个百货公司的杀人案，拢是经伫地铁站附近人丁较侪的所在，是互民众感觉真惊吓。 이상 동기 범죄에 대한 국민 불안이 극도로 높은 상황에서 이와 유사성이 있는 사건이 연달아 발생함에 따라 시안을 담당하고 있는 경찰의 책임자로서 매우 엄중하고 위급한 상황이라고 판단하고 있습니다. 伫网络顶悬，甚至开始流传所谓杀人的预告。警察厅表示，会依法甲可疑的人士、甲持有武器的人查落临检，嘛要求警方伫适当的时机使用枪或者是电击枪，一定要阻挡类似的案件搁一届发生。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 美国前总统川普人指控讲，想要加自2020年大选的结果变盘，煽动支持者冲入去国会大楼。这三伊出庭的时阵，唔认罪，也强调这寡案件就是政治对杀，要互伊无都搁再选总统。 初三伫离国会山庄差不多1公里的华府法院，川普出庭无认罪，这已经是伊今年4月以来伊第3届互人刑事起诉。检察官史密斯以45页起诉书指控川普密谋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佫讲白贼，表示选举舞弊，加州级甲联邦官员施加压力改变选举结果，煽动支持者走入国会大楼，阻止国会认证伊的败选。 严重破坏美国的民主基础，所以伊串谋欺骗美国，串谋妨碍官方程序，妨碍官方程序，串谋妨碍公民权利等4大罪名甲伊起诉。半点钟的定审了后，川普要坐飞机离开前，搁再批评这拢是破坏伊国建北京大位的政治迫害。伊也写文章讲，家己互人起诉愈济，理性选愈近。 I think this is a persecution of a political opponent. If you can't beat him, you persecute him or you prosecute him. We can't let this happen in America. Lock him up! Lock him up! 迄天法庭外组织支持甲反对川普的民众立场对立。 Trump in jail. Sentenced guilty in jail. Good news is Trump's probably going to get another 5 points in the polls today. DeSantis will probably go down 2 or 3 points because that's what usually happens at every indictment. 目前，川普也是受到基层选民压倒性的支持。伫共和党2024年总统初选领先真济，不过路透社最新的民调显示，连做川普和陪审团认定犯下重罪，差不多有45%的共和党选民表示要甲票投予伊。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
罗西亚伫7月中提出黑海5国协议，而且继续攻击乌克兰的粮食运输甲职仓。这黑海港口奥德萨含杜瑙河各路大港口小连续受到攻击。伫数国际当中，粮食计销是起真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也伫联合国安理会呼吁罗西亚唔通搁再用粮食来威胁全世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月初三伫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俄国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造成全球的粮食危机，佮呼吁俄国立刻停止入侵乌克兰，莫搁把粮食当作威胁全世界武器。Hunger must not be weaponized. Every member of this council, every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should tell Moscow enough. Enough treating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people as leverage. Enough of this unjustified, unconscionable war. 布林肯佫讲，俄乌战争发生18个月，致使全球1.17亿人陷入惨切。俄国伫7月17日提出乌海国务协议，全球粮食的计销已经起超过100%。同时有将近90个国家已经签署由美国起草的联合公布，承诺无以粮食来做威胁的手段。不过俄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伊是讲，并无将粮食供应来当作武器，也毋捌利用非洲、亚洲也是拉丁美洲来得到利润。颠倒讲，新国家这些指控拢是为着把俄罗斯当作妖魔。Двуличие наших бывших западных партнеров еще более четко проявилось в их высокомерном нежелании выполнять вторую часть зерновой сделки. Меморандум России и ООН по поставк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й и удобрений на мировые рынки. 消防人员赶紧灭火，现场如苍苍。乌克兰官方表示，初日透早，敖德萨南部挖近多瑙河港口的伊斯梅尔港，去互俄国无人机攻击，致使粮食储存设施规个毁掉。自从俄国提出乌海国务协议，乌克兰切亚的安全出口就更加重要。不过俄国却一直选择攻击相关的设施。我这说，你说了，我咋跟上了？ 那我就是搞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初日暗时原来去互俄军的无人机攻击，当地居民的窗门规个拢碎去，空袭警报响几暝。93岁基辅的居民讲，好佳在迄个时阵也未困，手机啊信号嘛无啊，即马敢来当听候救援人员到位斗相共清理工园。公司新闻深度背编译。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全球上重要的航道之一巴拿马运河也当咧欠水。为了避免发生船掉伫顶头以外，即摆也限制这船的数量，一天上侪32只会当过。另外，也有一只顶头载要到4000大轿车的巴拿马级货轮呢，7月25伫荷兰外海岛火烧，这车衫已经放拖登去荷兰。 在着警示声音，运河的围栏豆豆拍开，和过境的货轮通行。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巴拿马运河因为落雨量无够，雨量无法度供应河流甲其他的分流，造成运河的水量无够，水位严重下降。为了避免发生船只卡掉的意外，7月30日开始决定采取临时措施，甲逐港通行的船的上大数量降低，为36只到38只降到32只。Realmente la profundidad, la severidad de esta crisis es atípica, es muy alta. Así que vamos a pensar que nosotros desde aquí hasta 30 de septiembre del próximo año debemos estar operando con restricciones de calado. 这只太平洋甲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当出现18冬来上严重的扩化，逐月才当加强对上大型的船只接水限制。如果这个新措施有可能后，2024年的收益上济是减少2亿美金。 7月25日，荷兰外海起火的巴拿马级的货轮伯莱明特公路号，车上互拖去荷兰北部的埃姆斯港港口做维修。这只货轮是离开德国去埃及时阵发生火灾，但当时船顶载运3783台汽车，包括数百台的面炉加 BMW、498台电动车。好佳在火灾甲救援工作无互货轮漏油，也是停起，无出现外界烦恼的环境灾难。 It doesn't matter that much that there are 500 electric vehicles because there are more than 3,000 petrol-fueled vehicles and they are explosive as well. So the risk to transport these products, these cars, is almost still the same.
根据报案内容，这个起火有可能是电动车的电池引发的，造成1名军官死亡，7名军官跳海逃生的时阵受伤，拢总有22个人得救。若是详细起诉原因，已经有巴拿马海事局展开调查。公视新闻台是董平约。洪泰外围环流加上大流影响，这新北瑞丰的片头渔港，对初日暗开始就真侪本数对着这个海流流入来，而且和这海涌升起来岸边，到初4载，这工作人员游员伫遐拼。另外，讲到这家人大埔仑的山坡，也是有规堆水流查一个本数，环保局早起就派人去清，目前山坡是暂时封锁起来。家人大埔仑的海沙坡啊，是当地真出名的景点。不过海面的美景看了后，回头看海沙坡是规个鲜鲜火火。工程车持续清运海沙坡的本数，虽然卡路风台无登陆台湾，不过外围环流加上大流，甲袂少铺伫海顶的本数拢拍起来岸边。亲像玻璃拢、保特板、塑胶、甲水流茶等等的物件，拢真清楚看会到。工程人员是无用伫处理。也类似的画面，还佫出现伫新北市瑞丰的片头渔港。15号，那个是最高潮的时候，所以高潮呢，它那个海水啊，那个涨潮就会跑到路上来，所以我们昨天呢就加班把路上的这个都清好。啊，昨天晚上又进来，因为昨天晚上大潮到11点最高潮，它又涨了。初时透早，规个片头渔港的海面、甲路面拢是树瓦甲玻璃拢。还佫有各种的罐啊等等的废弃物，浮伫海顶的本数数量是真惊人。渔会等等的相关单位持续伫清理，一直到挖岛的时阵，车才会当顺利通行。若即个是为初2半暝开始，到海边的本数要入来片头渔港甲路的。不过，这对当地民众来讲，因讲这个情形早就已经惯势啊。从红台前一天开始，昨天晚上又涨潮就跑上来了，比较轻的会飘来。像我早上打开来，这边都已经飘了一堆垃圾。真的要讲说习惯了，没办法，这是也不能说天灾什么，其实也是人祸引起的。我们如果不乱丢垃圾的话，就不会有这么严重。因为片头渔港是属于天然的海湾，是真好的渔港。不过嘛，因为港口的形体较长了，近摆若风台，都拢有海顶的本数拍入来港的。渔会表示。风台离开了后，会甲涂骹也有海边的本数拢清理好势，若无也有可能会流出去，影响其他的地区。咱若目标是伫拜6礼拜进前完成渔港清理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山区雨也真大，这桃园区、南马辖区24点钟累积雨量拢超过200毫米。早起5点外，明北克鲁桥的便桥因为被卡土沙一直冲落来，规个桥是走去。历史桃园区的拉夫兰、福建梅山3个里，主要对外交通受到阻碍。挖岛的时阵，老龙溪也涨起来，赶紧封锁萨拉阿乌桥，封锁通行。而且进行一个桥面的管制，市政府表示讲，桃园区3个里的里民有准备14天物资，目前人员是拢平安，听候天气稳定会赶紧去抢通。溪水是真错流，一直去冲明北客路桥、更便桥。初时早起5点外，药水溪是大规模的土石流，夹真侪大块石头，去拢更便桥，雨龙条是冲甲拢无去。高雄桃园区大湖南、福兴、梅山3个里对外交通断去，当中433个人困伫山区。福兴里对未来明水道迄边路嘛断去。已经被超过危险。后面3个里是目前是比较辛苦但是我们。3个里的故事都可以撑到14天。政府讲，老湖南等等3个里拢有准备14天的物资，然后紧急需求嘛启动流动。目前3个里的里民拢无代志。那3个里的人数呢？总共有147户，总共433人是我们找不到。那主要不管是洗肾病患啊，或者是有孕妇相关的，就是有病号的，都已经先彻底下山了。刚好嘛，互交通拢受到阻挡，台23沿路将侪所在拢会当看到大细粒落落来的石头，树仔嘛倒伫路中。伫90.7公里处的萨拉阿乌桥，嘛因为溪水波动封起来。嘉善公务单讲，机构和人员拢准备好，天气转好就会来修复并把客路桥更便桥。明北客路桥的一个两端高滩地，我们有备妥管涵以及机具。那随时天候允许的话，我们进行来抢修。
工作单位以高更便桥修理好，差不多要7个工课日，希望山区的日头较紧出来，桥较紧修理好，互民众方便通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山区，昨昏开始雨势落袂低，这个市政府赶紧宣布和平区初时下晡停班停课。伫中华便道3.9公里的所在呢，今透早是房山双向交通受到阻碍，公路总局也评估讲，尚无需要3天时间，才有法度拍通。大型的山鸟青毒吐石，双边的交通完全中断，受到卡努风体外围环流的影响，台中市和平山区为3号开始风雨增强，中型便道3.9公里的所在，4号透早发生大规模的崩山，崩落来的量体大约是1200立方公尺。因为雨势不断，佮加上有大粒石头挡掉的，公路总局各管公务单评估抢通需要3天的时间。比较困难的是现在正在下雨，而且有一颗很大的孤石大概这个孤石的体积大概在500立方公尺左右，需要做后续的裂解。公务段会随即派员进去清除，预计抢通时间约3天左右。和平区其他的路段是有树啊倒去的灾情，东徛路2段10.5公里，也有梨山台七甲线67.7公里的所在，拢有树啊倒去占着车道的状况。警员顺路发现，赶紧刷去路边，以免发生交通事故。该路段又是法夹弯，担心未立即排除易发生交通事故。远景徒手将枯树枝拖到路边，维护用路安全。外围环流佮加上西南风，台中山区预计也会出现大雨。当地警方呼吁民众，若唔是必要，尽量莫出外，尤其应该避免入山。若是发现道路中断，会使通报警方或者是公路总局。记者台中报道。连续2个风台外围环流，拢互这外海河边拢排了了。渔民也预估讲，这损失有超过5成。最近收的蚵仔也因为这风影大，拢变甲真细面真散，价值也有起1斤要到200块。连续2个风台影响台湾，虽然云林无重大的灾情，不过外海有不少河边受损害。云林大溪饲蚵仔农民表示，风台进前有不少农民赶紧要甲浮边仔游回来内海，不过外海河边即届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损失原啊有要到5成。因为风台来都讲草无去啊，拢无去啊多，拢无去啊多。你讲减收5成对吧？偌济？收5成，讲草5成无去啊。当地农民表示，云林的河边伫大受侪风台时阵，都风霜当袂少去啊。不过因为云林的沿海风电做离岛的工业区，用湿登记无够周全，所以损失的状况真好统计。农民敢若会当个人吸收个人的损失，啊，若产量减少，嘛互蚵仔价值有小可起淡薄。这小东会较好咯，贵的足少的啦，贵的足少，啊，省的足多的，啊，这小真好啦，蚵仔省的像。啊，小炒偌济？200块，本来是100块，现在是200块，因为风台咧做。啊，就发烟啊，发烟就散落咯啊。大溪农民表示，即届家己外海受到风台影响，河边损失是搁较严重。最近因为有不少南部的搬商来云林买蚵仔，销量有增加，农民嘛赶紧拼采收，趁即马价小好时阵，加卖一寡，加减跳一寡损失。记者恩伟雄云林报道。伫台东三仙台的本地湖游乐区开发案，开发面积是比例湾度假村的10倍。虽然2018年摕到宽屏许可，不过也是要经过海华管理会议的同意才会当开发。今日下晡伫营建署进行第3届的海华管理审议，支持和反对开发的民众拢来现场表达意见。立即撤回满地步。这少年人大声发口号，呼吁相关单位海华景观爱好好把关。台东三仙台本地湖游乐区的开发案一直有争议，才是下晡进行第3届海华管理审议。反对开发的在地民众甲公民团体组团去营建署表达因的诉求。20年来，海岸线已经退缩了多少公尺了？那你还会觉得说，当时的资料放在现在是合适的吗？我其实不反对开发，但是要适度、低度的，要把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基隆海岸它其实跟满地湖的边界只有相邻88公尺，只要动工势必就会加剧泥沙的覆盖。珊瑚其实只要受到泥沙的覆盖，就非常容易缺氧死亡。这几年快速上升的泥沙覆盖率，实在难以再承受又一个开发案。本地湖游乐区开发的面积是美丽湾度假村的10倍，因按算要伫10公顷的土地起200间房间。虽然2002年就通过宽屏，不过了后业者阁提出内容的变更，
经过几啊届的审议，才伫2018年摕到宽屏的许可。不过2015年海岸管理法施行了后，也是要经过海审会同意才当开发，嘛互这个争议一直拖烧到大。我们的部落80%、90%都是同意的，现在是因为公民团体他们一直在抗议。环评如果你没有过的话，你不可能做大地工程。我大地工程做好了。负责人表示，有8成的在地人希望执行这个开发案，增加就业机会，嘛提出几啊项资料替开发案的背书。可能申请人就更提出的问题你可以具体的说明。回应事项里面都没有，就是比较详细的相关的开发，还是要跟在地区的更好的共识。各方的代表伫海审会表达意见了后，进行闭门会议讨论，将期末满地府游乐区的申请敢会当过关，是真受大家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基隆地方法院头一站由国民法官法定审理的案件，今下晡宣判，22岁姓郭的查甫人，伊食酒赛车撞到人，佮走去，害姓陈的查甫人不幸过往。这2名国民法官含3位职业法官造成的合议庭，这个评议了后呢，甲这个嫌犯判刑判9年。轿车快速驶过，弄到准备过车路人，若无停车，搁对弄路边的小货车了逃走。基隆中正路今年1月这件死亡车祸，是基隆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定头一案，3个职业法官甲6个国民法官做为审理。因为被告准备停的时阵，敢承认肇事逃走，法院检方指控啉酒赛车致死罪。国民法官有未少职业法官无想到的问法。你喝酒之后脸会不会红？多久以后？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红啊？怎么样？那是因为以他的背景来讲，他会知道这个代谢的问题。比较尖锐的问说，那你到底有没有骗我们法院？审判长王福康讲，讨论刑事责任也甲刑度时阵，国民法官考虑被害者家属、被告什么时阵出狱会当赔偿，也甲被告的年纪。有关检方提出死者的尸体的相片，引起检辩的争论。王福康是讲，检方有先通知，有刺激性证据，国民法官的审理无受影响。也许可以作为以后那个大家要提出刺激性的证据啊，要如何依照国民法官法施行细则里面来做如何的处理。经合议庭评议，被告服用酒类致使无法度安全驾驶，也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因为安尼致使人死亡，有期徒刑7年；致使人死亡搁逃走，有期徒刑4年。考量被告敢若22岁年纪也真轻，合并执行有期徒刑9年，专案也搁会当上诉。6个国民法官表示，头一届参与无造成心理压力，毋过日常有影响，毋是惊是欢喜，鼓励搁较侪国民来参与。记者综合报道。礼拜受难者施江南医师伫鹿港海埔出事，伊是日本时代第2位摕到医学博士的台湾人。不过，伫咧1947年3月11日，施江南被军人带走了后，到今就下落不明。到即马，这在地团体就举办走脱活动，带民众行伫咧施江南医师的故乡，听迄段当初唔敢讲出口的历史。一群人行伫中华鹿港海埔世界墓园，听操路人讲228受难者施江南医师的故事。施江南厝内有4个兄弟，有3位拢是医师，分别伫台北、鹿港、嘉义开医生馆，而且拢号名四方病院。因2个做伙去读台北医学院，转来鹿港开，所以鹿港是上早的。鹿港开了，就是因小弟就去读博士。因小弟博士读转来，就去台北。1947年228事件发生，施江南互人推选做处理委员会的委员，所伫同一年的3月11日，无缘故互军人带走了后，到今下落不明。世界后代2007年伫家族墓园设立纪念碑，嘛是台湾头一个私人徛的228纪念碑。在地文书团体特别举办走脱活动，望搁较侪人了解这段历史。其实咱大家拢会知影228嘛，毋过228伫台北，咱就刚知影即件代志尔，佮毋知228只是甲鹿港嘛是有关系。因为对228这个主题真有兴趣啊，住伫鹿港3栋啊，拢毋知影鹿港有228事件，嘛有伫鹿港发生，所以今仔日有这个活动会当参加，感觉真欢喜安尼。
施工男医师当年积极投入公共卫生的推广，嘛真注心地震了后台湾兵的人道救援，到尾所受到228事件的牵连。一直到今，也是官方无法度正式生死的失踪人口。2002年，世界后代替施工男洗衣管桶，甲伊的兄弟大做伙，走托团体最后嘛伫墓前献花，向这位228受难者致意。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今年63岁已经做阿公的戴义雄，伊毋若顺利大学毕业，佮考调硕士班，真正是活甲老学甲老。在厨房专心学煮食，今年63岁已经做阿公的戴义雄，4年前决定转到大学上课。一开始对伊来讲，确实学习上有淡薄仔吃力，逐工下课拢爱用比别人更较侪时间读册。要背这个，这个题目，我可能3天可能都没办法睡好，因为有时候背又忘记，要起来再看一看，再背一背，所以可能在背的方面，还有在电脑这一块里面，可能比较跟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差很多了。靠家己决心参努力，戴义雄毋但在今年顺利毕业，佮准备继续读硕士班，伊的精神互大家拢真感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说，他其实可以把他过去的一些经验跟同学分享，那甚至同学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说，去跟他做一些咨询，可以给我们现在的在校的同学、年轻人一个榜样。就是呢，其实学习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一个永不放弃的毅力跟精神。人生当中里面，书一定要读，一定要读。你读到多高，我觉得那看你自己。但是我总是觉得，在我人生当中，大学就是少了那一块，所以我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戴义雄讲，虽然家己是全班上侪岁的学生，既然决定重新来读册，大家学生应该做的本分做好，未来会继续专心学习，珍惜上课快乐的时光。记者刘君豪，新潮报道。伫咧台南客家有一群少年农民，因用新的事未来建造，即都市囡仔过去参政含红菜做伙来拍拼。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帮，特别来看这群少年家仔安怎对待因的农村事业。最近天气的温度真正创下新高，不少民众拢秘伫冷气房内底避日头。不过对农民来讲，日头更较美嘛要建造，那对这少年农民来讲，更加是真大挑战，尤其是为都市来到农村的现代青年农民。遮学迄个使迄个屁股啊，辛苦是辛苦啦，但是迄个较少人会去做啊，所以种是拢无问题啦，是后壁管理较是问题。你无可能种啊，就要等收成拢无做。这边放眼望去，有多少是你的田？如果假设我在结婚前可能知道农业一些真实这样的状况，也许我就不一定会结婚，或者不一定会投入农业。关系农村的生活了后，回乡的青年农民开始发挥创意，改变农村，嘛活化产业，因引进新的技术、新的观念，让大家对农村的印象，袂阁是老、国旧、阁散车。这拢是机械化的，借由看无同款的农业经营模式啊、运作模式，像小讲就是来运用伫咧厝里安尼。除了引进智慧农业以外，青年农民嘛积极甲企业合作，让更较侪人认捌农村，希望会当解决农村人力断层的问题。因为阮逢甲大学即摆咧推动叫做大学社会责任。所以我们甲幸福粮食这个企业合作，目的呢是甲带学生来甲咱的社区来甲咱的庄脚，看咱即马庄脚当咧发生的一寡问题。农村人口老化的问题还未解决，又搁要面对农地种田的考验。最近这几年来，政府积极推动太阳能政策，客家的菜嘛开始大量种田。这青年农民要安怎来面对这个问题呢？烦恼是到时阵伊顶管这伊种作的时阵。你顶管遮来洗落来的物件，洗落来甲涂骹，这逐个影响一定着边仔嘛。尤其咱讲的，伊遮的水嘛无可能讲单纯流伫咧伊园区内底，偏啊落雨，就对咱的沟啊落去啊。国内农地政策要安怎行？政府也要收集民意，为制度做规划。不过，伫客家这群青年农民，因当伫为台湾土地永续发展、实践理念，面临拍拼。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
吉兰到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4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